大家好 ，Hello everyone, I'm Sunday from Canton, China. 我是一名中文老师，拥有3年的小学和初中语文教学经验。我的母语是普通话和粤语，同时我也热爱唱歌和旅游。如果你对中文感兴趣，或者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，那么我的课程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。中文是一门充满魅力的语言，它的声调和字形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。比如妈妈 meaning mom 和马 meaning horse 发音相似，但是意思是完全不同，这就是中文声调的奇妙之处。在我的课堂上，我会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教你中文，比如通过流行歌曲、经典电影片段、日常对话，甚至是一些有趣的文化故事，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中文。如果你已經對中文心動，那麼就快來加入我的課程吧，期待在課堂上見到你。如果你已經對中文心喐喐，咁就快啲嚟參加我嘅課程，期待喺課堂上見到你。拜。